唱该歌曲，家家来分享你今该来比赛，你该创作歌手热演分享。大家好，我是叶颖，今天很开心来到客家电视台，福庆来了，耶！欢迎你！哇，听那个绕墙改嘿，吉他欣赏潘景志。大家好，我是潘景志，今日当欢喜来到两片。耶！欢迎两位。我觉得因为呢，两位带来的歌曲太好听了，所以你看我现在连这个主持讲话都要放慢我的速度，然后将我的这个音调好像要变得稍微好强好 U， 才可以吻合两位的气质。刚刚那首歌叫风筝远行，客家话怎么说？只有对。只要不以然然，然后四线腔，只有诶飞燕燕，耶，好棒哦！这个是在2020参加这个客语流行音乐大赛的作品，对，然后成绩很好，谢谢。第3名对不对？是3奖对不对？第3名跟最佳作词人奖，哇，恭喜！实在太开心了。来熊乡亲朋友跟他谈聊天，够 Q 被起头讲，哇，这个夜影可以重构改世界，都有几个改木头。要不要分享一下这首歌曲的一些你的创作的故事啊，或是跟你的灵感来源？其实这首歌那时候写来真的是想要来参加这个比赛是特别为这个比赛做的作品。是，因为知道有这样子的比赛，然后客家流行歌，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喜欢写，就是我自己一直都在做华语的创作嘛，那就觉得说，其实我也有做到一些跟客家音乐有关的制作案，所以就觉得那不如这一次来试试看，如果我真的写一首流行歌曲，然后用客语来唱会怎么样？是当一个挑战，就是这样做作品。对，然后没有想到就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对，真的太开心了。但是据说这首歌其实在创作的时候是跟阿婆有关，对吗？对。因为我觉得很好玩的是，客语它因为跟血缘有关系，所以其实很容易在写的过程中，主题就会跟家人是很有关联。所以那时候写的是纪念死去的亲人，阿公阿婆，然后再讲的就是客语，它的最后一段的歌词，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唱到，它其实是在说，当风筝飘啊荡啊，过了这一些田野，过了这些树梢，那傍晚的时候，鸟都知道要成群结队的回家。可是风筝呢？你呢？你去了哪里？你怎么越过山头那一边，然后不知道要回来？是这样子的一个意象，好感人哦！而且我刚刚看到，因为我们只唱一段，然后前面有很多，你提到了八公，对不对？然后大树，会不会也跟你小时候的一些生活有一点点连接？其实完全就是小时候生活场景，因为小时候我就是在那种乡下长大的野孩子，然后就会去爬树啊，然后去土地公庙玩啊，抓蝌蚪，对，所以它就是我记忆中的家。真的，而且其实很有客家意象哎，因为你讲到客家讲到种头就又八公又台书，对不对？像金枝老师也是客家人，是北部音，对，左洞嘛，然后左洞北部，然后你是姓关系嘛，对，所以龙改都黑，其实距离很近，两个人的家乡，感觉很近，所以这就是唐基家下台家嘅分享，台家是昨天感受到，两岸用应该首歌曲，那佢嘅細嘅時間嘅生態記憶非常有關係，所以也得了最佳作詞人獎，我覺得很有感覺，對，然後聽了就覺得可以想象你那個時候小時候在那裡生活的一個樣子，但是也可以感受到你跟阿婆之間那種很情感的連接。我覺得人很有趣，有時候小的時候跟阿婆，我們說隔代教養，可是那時候短短的幾年建立的情感，會在你後來長大之後帶來很不一樣的影響力。對。因為小時候其實是記憶力很好的，所以我覺得好像直到現在都還是可以記得小時候睡那個床，然後聽到那種遠方國中傳來的鐘聲，然後後山的樹，還有就是真的到季節到的時候，家裡附近真的都是油桐花的那個畫面。哇哦！其實台家北曲有動有意思，我覺得因為葉穎她做了非常多的華語創作，也出了華語專輯。傅怡松改傅文琪吉利亞白走得特別來做創作這個客家歌，我覺得對你來說也是在音樂上面做不同的跨界。我自己的感覺是這個樣子。對。不過我們要某一題很有意思哦，當時在參加這個比賽的時候，聽說當時是忙得很爆炸，是不是？對，因為剛好是我自己的演出巡演，對，所以
彩排的时候，我其实当天晚上要到台中，然后比赛当天我又要回到台南，所以那个就是有一种高铁当公车搭的感觉，从早到晚，对不对？但是是开心的，很开心。然后我觉得要特别感谢静之，因为他就是台北的支援小队，因为我等于是台中、台南有我的团，然后在台北又有我的一个团，是，所以我就是跟他们一起练完，我就要赶快冲到另外一个点。是你那时候有感觉到他就是一个那个类似高铁达人的那种，我就叫他赶快去。那天晚上赶快去，赶快去。对，不过因为聊白动又意思提供是因为今天特别会可以有老师带到这边，你看我们现场，因为其实这首歌是在编曲上面或在曲上面，其实老师你是花了蛮大的力气。是的，跟你过去跟叶颖的合作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对，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在编曲上做弦乐的编曲这样子。对对对。你有什么？因为老师已经做了很多的华语嘛，对歌曲，但是两摆走在讲系提起摆走，汉语改重奏。对啊。对你来讲，有冇改特别冇強容嗎？我有想到跳摆到嘛系到阿公阿婆向下带的时间。对，就是那个回忆会回来。所以很有共鸣。对，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唱客语歌跟华语歌，其实在词上面会特别不一样。因为有时候你讲从哈卡够 Q 的世界，我们难免会有一点点好像跟客语的声调做一点点的配搭。我听说在写曲上面，对。那这一次老师在曲这边会有特别的不一样吗？这次的曲子的部分，当然还是交给叶颖的，是主要来创作。对，那我就是负责在后面的。乐器的部分的编排上，对我们刚刚这样子听，就是像这样子比较是不插电或是 unplug 这种感觉，我们就已经觉得非常的棒了。所以其实如果再加上老师，因为老师刚刚说做了很多不同弦乐的编曲，对不对？还有不一样乐器，还有鼓啊、贝斯之类的。哇，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因为你也没有想到，就是几尬拱回就用北部音，然后有一天做了一首客语的创作，然后。对，然后结果叶颖说：“想说来比赛看看，然后就得奖了，这样。而且我觉得最佳作词人奖是一件令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我自己也觉得很荣幸。对，因为有时候访问到很多歌手的时候，其实他们对于最佳作词这件事情会特别有感觉。没错，你刚刚点头，你也是这种感觉，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其实是非常喜欢在文字上去。计较、去斟酌，然后去好好用心写的人，所以其实，在客语歌的创作上可以得到一个最佳作词，其实我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对，而且我想在华语创作跟客语创作，在词的创作上面的思维其实不太一样。对，真的不一样。不一样嘛？你会需要找老师帮忙吗？其实有，而且其实我在写的时候，我就大概知道说，我觉得我会想要用到一些可能再更口语一点的句子。对，所以这个我就都会先预留空间，就是这样子的话可以怎么说，然后再去请教客语老师。对，然后怎么把它给填得很漂亮的上去。我觉得下次你可以问静之老师，走 demo 老师，走 demo。对，所以因为背诵改放移走的绕墙的哇，两百改从头够修让到经济改，我们说吉他老师那都节目地路来分享几条球年得到题上面，还有最佳走词音改够强，还有嘛改精彩改故事，你聊下，你等下常在讲。因为到放映走的绕墙的，你该从做够修染银，其实叶颖，然后你喜欢大家讲叶子，对不对？现在叫我叶颖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还讲叶子就是染歌，然后叶颖就染银海陆腔啦，对。那其实呢一类走费松豆改翻译改重奏，那我们说是华语的创作很多，华语歌手。不过因为2020年费松改特别一直是想讲，喂，我还没走得走汉语改重奏，真的就做了客语创作，然后就有一个很好的成绩。我们在上段节目有听到那首歌嘛，跟阿婆有关的创作，风筝远行击扰而不以然然，对。然后很有趣的地方是你参加那个大赛，他们有导师制，对。很有趣所以很巧的是，
你得要把它改姓上是王志平老师。志平老师，对，你之前跟志平老师认识吗？完全不认识。所以因为这一次的大赛，所以才跟志平老师接触。对，有要不要分享一下？有没有他给你怎么样的一个回馈？因为志平老师其实他客语非常好啊，他就是老客家人这样子。是，那其实志平老师刚好是在帮我听完我原本的歌曲的 demo 之后，他其实给了我的，我后来修改了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其实唱歌的时候会有导音嘛，就是在那个韵脚的地方。那如果说那些词你跟原本的那个旋律线差太远的话，大家就会不知道你在唱什么。对，所以后来我其实也有改了一些旋律线，让它听起来再更容易听得懂。是，所以我们后来现场演出的版本就有修改过。然后原本可能整首都是编曲很满的，对。但在跟志平老师就是聊过、讨论完以后，决定说我们现场其实应该要再更有张力的呈现，所以前面可能就是 acoustic， 刚刚大家听到的那种方式，后面再整个大提琴然后鼓加进来，会让那个情感的层次更丰富一点。对，所以我发现这个导师制是真的导师制。我的意思是真的很认真呢，我觉得是很认真在讨论音乐，跟很认真在创作音乐。可是我刚听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是，就是你提到的，我们上一段节目每一部公都就是华语跟客语创作不同，所以你在旋律上面也会做一点修正。对，然后有些歌手可能是回去做词的修正，对，然后你们已经在整个在旋律上跟编曲上面就做了调整，对啊，我觉得很棒而且你可能也不知道说原来志平老师的客语这么好，对，我觉得这个有差真的差很多，对，因为像例如说我第一句唱进来是我原本写的是爱给绵羊，然后后来其实因为我们念的是爱给嘛，所以其实我就把它改成爱给绵羊，这样大家比较容易就更听得懂了，对，完全的理解，因为台尬队他尬跟我说，那在唱什么？一来重嘛改。可是如果像你刚刚修正，大家就会很清楚知道那在唱什么。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有时候在讨论客语歌的时候，那种所谓的一字形腔，你还是要跟客语的声调，对，有些在那个就是你唱进那个音里面，对，哇，真的很棒都该躺。散够然后躺，他尬够 Q 改用情朋友，我们第一个来走 Q 到走词也是，其实也要费这么大的功夫才可以，对。但是在2020，除了改下台尬躺头的风筝，就只要不以然你要修够 Q， 我们还有另外一首也很棒的创作要分享给大家，云独透光，就是云系透光，你要不要分享一下这首歌？其实它这一个词呢，它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就是说，当云层很厚重的时候，对，其实它藏在后面的光，在就是这样子的状态之下照映出来，其实是更美的。对，所以其实这首歌写在，就它的词完成是在上半年，就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因为会感觉到好像真的全世界都有笼罩一个低气压的感受，对，所以写出来算是一个，不管是给自己的一种疗愈，或者是献给世界的一个作品，是用这样的心情在写的。对，所有的乌云背后，可能它都有更美好的光在等待着。对，我觉得很棒就像我们讲说，其实雨后的彩虹嘛，对，就是你下雨之后，你还是可以看到彩虹，所以这感觉像是云背后，其实你可以带来另外一个光亮，对不对？对，所以这也是因为跟去年因为疫情，然后你才有的新的创作。对，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因为疫情对你来说应该影响也很大，很大。因为像是我算是运气挺好的，是我其实1月的时候我有去欧洲巡演。1月对，上半年那时候去了瑞士、去英国、法国等等，结果刚好是回来没多久，大概10天10几天，因为过年了。对，然后就开始很严重，然后就不能出去了。对，然后所以其实很多计划打乱，因为我本来还要去韩国跟日本演4、5场，就是上半年的计划，就等于是都不能再出国，就转往继续在台湾想说，那我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因为我们的演出也会受到限制，没错，对，所以后来是在比较缓解的时候的上半年，我开始办一些慢版的音乐会，在海边，在山边。你说上半年吗？上半年，我还去到了兰屿。
哇，对，然后去花莲，然后是大家就是在海边听着音乐，然后我唱的就变成是非常慢，是想要用声音去好像照顾大家的感觉。对，这本来没有在规划，没有在规划里面，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大型的活动或是国际的活动都取消，所以你反而就改成这样。对对，会有线上的音乐会吗？或者是我后来呢，其实这样办了这种小的，就是只能人很少嘛。对，那大家距离很远这样子。那也因为还是想要把我之前做的创作专辑的歌曲好好发表，所以也办了大型音乐会，然后也是在比较山里的地方，那时候办在苗栗。对，然后对，很酷哎，所以就办在山里面，也就是也是小小的，然后大家就等于是现场能够来的人其实不能很多，对，然后也一定就是要保持距离、守规矩这样子。其实的确没错，因为在2020的上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不管是在音乐或者是表演的活动，或者是说演艺圈，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先缓着，对，然后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好像重新复苏，对，然后这个节奏会是先很趋缓，然后等到下半年感时间，它会是一个极高度的一个忙碌。你应该到了下半年也是这种感觉，好像整个就复苏了，大爆炸了，大爆炸，所以所有东西都挤在一起，就开始演出们就又回来了，然后又做了很多新的计划，对，因为台大口内唔低哦，因为夜影其实也是从高婷婷，其实去走的时间非常改动哈，你是那个 podcast 的主持人，对不对？有自己的专属的一个频道，然后你又演戏，然后演电影，然后创作，然后唱歌，对你这么样的多元化发展，应该别人就没有饭碗了吧？因为业余什么都会，对，所以就反而跨界了很多，对吗？所以其实一开始台大只会想讲哇。基线重构，但是我们先聊聊 podcast 好了。你所以也有自己的频道这样子。对，因为我觉得人很好玩，是你说话的时候，其实你感觉到对方的很深处的东西是很有生命力的。所以我觉得，与其是在完全都是在网络上是用文字来表达自己，我觉得能够用声音陪伴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 podcast 刚好对我来说是很简单，因为它就是音乐软体的编辑，所以会比影像类都更快，可是又可以运用到声音，然后我可以去聊聊，关于想要说的主题，像是我做了2个系列，一个是我想要跟一些我觉得他们很有自己的生活风格，然后他们是以快乐程度为指标，不是以物质成就为指标的一群人，我想要跟他们聊天，去知道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同的生活方式，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专属快乐的方法，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自己写了一系列的寓言故事，所以我念故事给大家听。哇，好棒哦，像有声书一样，对，就是有声书，很浪漫。其实还有动动改故事走对到台家来分享。不过我们刚刚提到了《云溪透光》这首歌，我想读了解甚少改，不为你所有改用亲朋友先来听你这首歌，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聊一聊这首歌的其他的一个延伸，或是你其他的跨界哈。所以等一下绕墙所有改用亲朋友在谈聊条够 Q。Wipe away the tears. We can lie in the dream.
长头改够 Q， 就是我们刚刚分享那一首创作，对不对？云系透光，听起来很被安慰耶，会觉得真的很适合在这个疫情的时代，然后拿来，其实很祝福的感觉，而且但是也感觉上很有希望。但是我知道这首歌曲其实你有华语的版本，对，它有华语的版本。对，因为客语的版本，其实我找的是一位电子音乐人合作，他是比较电子感路线。那华语又是另外一个味道，它的华语的名字叫做《你哭完该笑了》。哦，对，它其实是另外一个方式的安慰。也很棒。对，它其实也有 MV， 是，对。哇，所以也是在差不多是3月的时候会全新发行这样子。对，哇，贴展呢哈，所以乡亲朋友哈，记得条歌曲有2种改版本，有翻译改版本，有汉语改版本。不论你想要谈翻译然后汉语然后，我们都可以听到，对不对？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分享，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可以很鼓励。那刚才你聊到去走 podcast， 跟讲话，其实我稍微看了一下你的那就是一些分享，我发现你很用心耶，因为你做 podcast， 你是亲自去到那边去访问人家，说嘿，我来访问你了，我来你家，对，想要去听每个人不同的故事，然后把人家故事介绍给大家，然后不断的交流这样的感觉，自己也收获很大，对吧？每去一次，觉得是自己去在那边休息，跟被安慰，然后再很开心的把这些端回来重新剪辑，对，重新洗涤的感觉。我觉得你老给爱用打嘴鼓，你就会可以感觉到叶子是一个怎么样的女孩吼。对，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觉得有时候好像不是太绝对的一个主流，可是你又可以跟主流有一个很好的结合，但这个主流之外，你又可以找到一个另外一个存在的方式，或是分享给大家的东西。所以你讲你讲到podcast 台主持人，不过很有趣哦，你有演戏演电影，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电影？对，电影是莫子仪的一个，就跟莫子仪一起有对到戏的一部作品，是对，然后今年已经拍完了，对，应该是有机会在年底上，或者是再隔1年，对。然后有没有觉得跟唱歌很不一样？很不一样，但是非常有趣。然后我就发现，哦，原来我非常喜欢演戏耶。对，你有去演的时候，不晓得自己可以被开发，对不对？对，因为演戏跟歌手完全是不一样的世界。对，你都很喜欢，我很喜欢的，而且感觉很自在，所以其实像刚刚说到那个你哭完该笑的 MV， 后来其实这个导演他就把所有的脚本写的是我自己一个人演完整场，是就有非常非常多细致的剧情，然后还有哭戏这些都要演，对，然后那一天其实拍的也很顺利，我大概10分钟就哭出来是，就觉得哦，搞不好就是原来演戏是这么有趣的事情。对，为什么会提平安狗？因为唱歌的歌手，因为歌手唱歌的时候，他可以很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觉得很舒服。我们说很有安全感。可演戏不一样，演戏是在大家面前去表现出另外一面，或是另外一个你自己都不知道的那个层次，而且有时候你演的是别人。对，所以是很赤裸的。对，歌手相对有安全感，但没有想到叶子觉得两边都觉得很开心这样子。我觉得这就是能够做到这么赤裸，交出去之后再回来唱歌，又完全是另外一个感受。它是互相帮忙的，对，互相帮衬，对不对？而且很开心的事情是，这部电影的配乐你可能你在负责，不是可能。对。所以很期待耶，因为又猛一讲，聊到天然的配乐，因为你知道做一个电影的配乐，那是一个，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事情，跟自己写一首歌，成为一个创作歌手，完全的不一样。对，因为这样你也到处去采集声音，或者是因为为了这部电影，你也到屏东去采集了一些声音，也许会在电影配乐上面可以做使用。没错。怎么那么用心啊？公狗改世界该用猛鸡，我说你这么忙，这样有睡饱吗？说有，还是每天可以睡蛮饱的这样子。对，一定要睡觉，不然就没力做这些事情，没有力做这些事情，对不对？好，所以连哈呢还是要稍微考验一下他的脑力哈。可以睡饱，我们要来一起快问快答。好的，对哈，我们说快问快答，通常快问快答，嘎嘎问嘎嘎的意思是讲你不可以有太多的思考。那通常这种问题都是会问一些，比如说比较八卦啊，或是一些有没有我们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不过我觉得我们的题目还好哈，但是我们来问一下，好，准备好了，准备好嘞哈。题，几岁的时候开始接触音乐创作？
毕业之后，所以就是大学毕业，算是没有很早，算是比较晚，对，比较晚，对，所以你现在是整个被开发了，对不对？我觉得你整个被搬转跟开发的感觉好棒哦！来听一听，好，一天花多少时间在音乐上？7、8小时以上。那所以你的24小时扣掉睡觉，其实你等于是其他时间都在音乐上。我大部分都想要做音乐，是，好开心哦。T 上 T， 生活中使你产生灵感的事物，生活本身。你看，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很哲学性，有没有？生活里面的每一件事情，对啊，对你的每一个碰触，每一个感受，你去到海边也好，在山里也好，去访问别人，每一个都是你在累积你灵感的来源。对，总是变成我在分享呢，对不对？现在来提醒T，当你有写歌的灵感的时候，你第一个会做的事情是什么？拿手机录下来。哦，真的，我随时就是在拿我的手机录音机，把我灵感记下来。所以当你很有感觉的时候，你就立刻拿起来，然后就记录起来。就是这样。哇，那台大小银行没有手机的年代要怎么办？没有，那时候应该他们就是先弹下来或是记起来。对，之前我访问另外一个歌手，那个罗文玉，他那个年代。这好像有点拍谁哈？我问他说：“你有灵感的时候你怎么做？”说拿录音机录起来。你知道录音机就是还要按那个 tape 的年代这样子啊，真的是这个就是随时记录自己的灵感，对不对？对。好 ，T， 如果你不当音乐人，你要做什么？我可能会当老师。教音乐吗？就都可以，不一定。然后所以你会想要当老师？我爸妈都是老师，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受影响，就觉得当老师是一个很合情合理的职业。可当老师很有耐心对，哇，这个答案让我还蛮惊讶。我以为他会说，我要当，就是比如说我可以演戏啊，我可以做别的，可能都会跟创作有关。结果是老师，对，我相信你以后可以，我觉得你以后会非常的斜杠跟跨界。好了，最后一题。哇，这个题目也是我觉得是蛮抽象哈。你觉得音乐在生命中的存在是什么？跟呼吸一样的自然。我觉得这不是快问快答，我觉得这一定有头些问题，因为回答的很棒跟呼吸一样自然。其次，的确是因为我们常常大家会说，你跟这个人不熟悉，可是你可以用音乐跟他做交流。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可是这就是真的。对，所以你就会觉得它跟呼吸一样，在生活里面是很自然的，然后很必要的，甚至很简单的一种存在。对，因为我写歌其实是完全不强求的，我的灵感就是都是自然发生的，所以我会觉得它真的是对我来说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会不会有你没有灵感的时候，在创作的时候遇到瓶颈？所以我只好就是一有灵感我就赶快写，免得有这一天。免得对，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叶子还很年轻，然后我觉得让我感觉到你的整个能量是非常丰沛的，所以连下猛鸡拱，在创作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好像太早了。对，我们先等这个叶子有更多的作品的时候才会说，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困难？对，其实我相信在叶子的这个创作的过程里面，其实或是生命的经历里面，一定有很多让你很有感受的，因为看过叶子改保透，然后讲可能可以改免术，都知道其实你曾经有一段时间突然失去声音。对啊，对，然后好像又跌倒，对，然后隔年好像又面对亲人的离去呀，对，但是那段时间肯定艰难，但是应该也让你在整个生命上面也做了很多的翻转。对，完全是礼物的感觉，反而变成礼物。你看跟叶子聊天就很棒我们最后都会变成是正面的能量对不对？因为都消化完了，现在就会觉得非常值得。然后也因为这样子，你想想看，改重构感念给后两班全谋伤，那是等于是好像走到了尽头。可是我们常常觉得走到了尽头，其实是另外一个开端的开始。对，我自己的感觉是这个样子。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你也到了云南去采集很多的声音。然后那时候也去海边住了一段时间。是。然后其实也写了更多的作品。所以是礼物。对，好啊！节目的最后，我们已经歡迎收睇歡迎走在繞牆度入語音嗰度節目地圖到大家歡迎。我們簡單的10秒、20秒跟大家講接下來的規劃。
今年要出新专辑了，耶，棒棒！完整的10首歌，9首歌10首歌。那它也会同时有影像出来，然后也会有我自己再继续办下去的演出。对。那我的演出其实有一些它会跟传统的不太一样，例如说有那种边散步边戴着耳机听的音乐会。对。也可能会有线上的，也可能会有线下，但非常欢迎大家来现场体验，因为我觉得音乐直接进到你的耳朵里，跟你在听线上或者 CD， 那就是完全另外一个感觉。对，而且你到了现场，唐吉成功，你可以感觉到这个人跟你的交流跟互动，非常足风依然，非常期待新的专辑，新的专辑有了，我们再来到这边跟大家好好分享。谢谢叶子，好，乡亲朋友好，相信你基本嘅你10個200類年限，你該創作歌手入營，聽聽下你怎麼解你做認同了。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記得來你傾站聽客家電視台嘅片頭，韓國愛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